作為一個化妝師，成日都會俾人問點樣先可以令到個底妝更貼更持久。其實個底妝靚唔靚，好取決你塊面本身嘅質地。好多人揀膠原蛋白都唔知道要分型號。我揀呢款 Triple Collagen Luxe 就係因為佢識得補充兩大關鍵膠原。一型膠原蛋白佔人體 90%， 係肌膚嘅支架，撐起輪廓，減少細紋。三型膠原蛋白負責修復，就好似身體嘅膠水，促進傷口愈合同埋組織再生。兩者結合先至可以做到真正嘅內外修護。仲要有一個專業秘密，飲膠原一定要配合維 C， 因為維 C 係膠原蛋白合成嘅關鍵鑰匙，冇佢飲幾多都嘥氣。Triple Collagen Luxe 入邊仲特別添加法國西印度櫻桃、白藜蘆醇同埋食用級玻尿酸。我揀膠原飲就最怕有腥味，但佢用咗脫腥技術，個味道好刺激力多，好飲到日日都記得飲啊！飲咗一排，最明顯係上妝唔再棘粉，素顏摸上手滑咗。啲客成日問我最近用咩粉底，其實係我本身皮膚靚咗啊！如果你想要一個點化都靚嘅底妝，咁就由而家開始由內到外養好皮膚，試下呢個 Triple Collagen Luxe 俾你嘅膠原系統一次過補齊一型同三型啦。